你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4月29号。今日的经文是诗篇22篇25节到31节。阿摩司书第8章第1节到第7节。使徒行传第8章第1节到第8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人的眼光底甲上帝的疼吼。咱现代人拢知影吼，即马卫星啦，还有即个空拍机啦吼 ，GPS 啦吼雷达啦，互人会当用无共款的视线的角度甲视野来看咱即个世界。人类的科技咧追求进步，咱讲通讯对于2G、3G、4G、5G， 甲美国即马。美国做头的即个联盟吼，现在已经咧计划并且制定即个6G 的即个规范，互咱伫即个通讯顶悬哪来哪进步。有诶时阵，咱会用 GPS 想要来形容上帝的带领，但是咱嘛知影 GPS 无法度真完全来形容上帝。因为咱知影上帝无受到空间的限制，有真侪人有安尼经验，就是讲 GPS 会带路带了无好，所以咱就会决定讲好，安尼我无要照 GPS， 我照家己的路来行。但是呢，一旦进入伫即个规定车内底，只有会家己的。爱需要去承担迄种行毋着路、塞车的后果。当然啦，像讲咱头前所讲的 GPS 吼，袂当等于上帝的带领。而且 GPS 嘛毋是万能的啦吼，伊所靠的就是即个即时的路况，或者的资讯、即个 data 的收集。真侪时阵，等咱到即个GPS 甲咱预告的即个路况，迄个现地的时阵，迄个状况早就歹拄啊。有当时细路颠倒会拄着地面上、地面道路的即个红青灯特别济。原本咧甲你讲会当早10分钟、早20分钟到，结果吼颠倒较慢，还佫慢足济。咱今仔日要来讨论的是讲人的眼光底啦吼。咱人常常只有想要来看目睭所看会到的，但是咱知影有真侪人有视力的问题啦吼。有诶人就是安怎看都看袂清楚啦吼，有诶人就是目睭花啊，有诶人伫暗时无适合开车啊。就咱讲人生的道路来看，对圣经信仰的角度来看。有诶人是有目睭，但是看袂到啊。目睭会当看到是啥物货？亲像咱昨有提到讲，最近伫台北松山分局即个代志，迄位所长摕到前一天的台电停电的通知，伊就要来讲吼，伊即个是停电啦，所以无录影啦。伊想要用安尼来暗藏伊甲即个监视录影消除的代志。伊可能想要为着伊家己无能力处理即个乌道帮派撞入去伫警察局闹代志的即个情形，就连家己的长官嘛想要用记者会的发言来欺骗社会大众。其实这拢是眼光底啦吼。真侪时阵，咱就亲像这个执法人员共款，掠做讲暗中进行的代志，无人会知。好，咱亲像只要莫讲，就无人会知共款吼。但是即种的人，其实袂记即宇宙的中间还佫有上帝。这个世界还佫有真侪目睭、耳孔、喙，
先知阿摩斯安尼对以色列百姓讲：新城的节日伫要过去啊，通互咱去卖遮的农产品。安息日伫要结束啊，互咱通去做生意，咱通来赢计数，用假的亲啊，甲即个欺骗的即个斗啊，来欺骗人客。咱通用即个官价卖出歹的物件。咱要找遐无法度限制的送养人，用一双良下的价钱，甲伊买落来做奴隶。这拢是一个欺骗，掠做拢无人知的即种的做法。这是以色列人，其实上帝拢咧看，上帝拢咧执行伊的公义。保罗伫个前半生，迄个扫罗的时期，基本上伊所做的是上帝眼中的万恶的事。伊无输互阿摩司书所记载迄帮人共款，伊无输因啦吼。当司提反顺道的时阵，扫罗是赞同的。根据耶稣基督门徒约翰的记载，约翰三书第11节，伊讲：亲爱兄弟啊，毋通效法这个歹，着爱效法好。行好是属伫上帝，行歹袂捌见过上帝。有徒不但袂当去效法歹，阁爱来即个责备即个歹，来归向良善的上帝。因为约翰讲，行好是属伫上帝，行歹是个人袂捌见过上帝。伫政治上有一句话安尼讲，对歹无发声的人，就是甲歹共做啦吼。扫罗赞同司提反受杀害，虽然毋是伊动手的，但是若照理论来讲，伊嘛是凶手之一。伊的眼光底，互伊掠做讲杀害即个耶稣基督的奴仆，是荣耀上帝，是为着上帝做工。这保罗家己捌讲过啦吼。虽然扫罗迄个时阵是一个万恶的教会迫害者，但是使徒行传的经文甲咱讲，对迄一天开始，耶路撒冷的教会遭受即个极度的残酷的迫害，使徒以外所有信徒分散到犹太甲撒玛利亚等所在去。有的虔诚的人将司提反来埋葬，为着伊来大声低哭。这个时阵，扫罗进行摧残教会的工作，伊四界一户一户来敲找信徒，甲因关起伫牢内底。咱看见扫罗伊所做的，真正是万恶的罪啦吼。但是呢，咱也看见上帝依然用不变的听来听伊，互伊机会，也呼召伊来成做服侍者，亲像咱昨讲着彼得共款吼。外邦福音的使者，这是保罗，互保罗成做一个劝勉众人归向上帝的见证。上帝用听来接纳伊，来呼召伊。今日上帝也将这个恩典怜悯以及听赏赐互咱，你甲我。所以咱千万毋通用眼光底眼光继续来违背上帝的旨意甲诫命。咱都要回头领受上帝的救恩甲呼召。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4月29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2篇25到31节，阿摩司书第8章第1到第7节，使徒行传第8章第1到第8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人的短视，还有上帝的爱。我们对卫星、空拍机、GPS 或是雷达，这些新的科技我们都不陌生，因为他们让我们呢人类有了不同的视角还有视野。人类的通信科技也在追求进步当中。我们从知道的2G、3G、4G、5G， 以及目前以美国为首的这个联盟，都已经在计划并且制定6G 的规范，让我们在通信上面是无远弗届。有时候我们会想要用 GPS 来形容上帝的带领，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 GPS 的形容其实仍然是不完全的，因为 GPS 有限制，而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不受空间的限制。很多人可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说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用 GPS 来带路，那我们会觉得说带 GPS 带的不好，因此我们就自己选择自己的路来走。但是呢，一旦我们进入了这个车阵当中呢，只能自己去承担走错路啊、塞车的后果。当然，就如同前面所说的 GPS 不能等同于上帝的带领，因为上帝是不受空间的限制嘛，而且我们也知道 GPS 它也不是万能的，它所靠的其实就是那个即时的路况的资讯 data 的收集。很多时候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到达了 GPS 所预告的一个路况的地点，其实那时候状况早就已经排除了。我们如果选择绕路，可能又会常常遇到这个地面道路呢耗资过多，所以他原本可能说你如果绕这边呢可以节省10分钟、15分钟，就后来却发现说原来会更慢，因为红绿灯很多。我们知道这个是限制那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人的视野的短视。人们常常只能看到眼前所看得到的东西。有些人其实是有视力的问题，有些人看就是怎么样都看不清楚，有些人是眼花，有些人在晚上呢，他不适合开车。就人生道路来看，就信仰的角度来看，很多人的眼睛是有眼睛却看不到。眼睛看得到的是什么？如同我们昨天提到的这个台北市松山分局的事件来看，那一位所长以为他拿着前一天的台电停电通知，他就可以很顺利的来为他这个消除监视录影记录的谎言。他以为他这样子做就可以为自己没有能力处理黑道帮派闯入警察局闹事的这个情形来遮蔽他。就连自己的长官也一起想要以记者会的发言来蒙骗社会大众。这些都是短视。很多时候我们就如同这些执法人员一样，我们以为暗地里进行的事情没有人知道，这些其实都是短视，只是我们不知道人家知道而已啦。很多时候我们就如同这些人一样，我们如果不小心以为没有人知道，那其实这样的人是忘记了这个宇宙当中还有一位上帝。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周遭还有很多的眼睛，
很多的耳朵，很多的嘴巴。先知阿摩斯这样对以色列的百姓说，他说神圣的节日快要过去了，好，让我们去卖谷物，安息日快点结束吧，让我们去做生意，我们可以抬高物价，用假砝码和小升斗欺骗顾客的，我们可以用高价卖出劣等的麦子，我们要找个无法还偿的穷人，用一双凉鞋的价钱就可以把他买下来当奴隶。这种讹诈人、欺骗的行为，他们都以为人都不知道，可是他们忘记了上帝都在看，上帝都在执行他的公义。保罗的前身扫罗时期，基本上他所做的就是一些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这不输给阿摩斯先知所说的这一群人、这一帮人欺骗人的人一样。当司提反殉道的时候，扫罗是赞同的。根据耶稣基督的门徒约翰这样子说道，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因为行善是属乎上帝的，行恶是未曾见过上帝。”约翰3书11节。基督徒不但不要去效法这个恶，更要唾弃恶，要归向良善的上帝。因为约翰这样说到，行善的是属乎上帝，行恶的未曾看见过上帝。我们在政治上有一句话这样子说到，他说：“对恶不言者，就是与恶同行。”我们如果沉默，就是与这个恶同罪。扫罗他赞同司提反被杀害，虽然不是他下的杀手，可是呢，他也被列在凶手之列。他的短视让他以为杀害耶稣基督的仆人就是荣耀上帝，是为上帝做工。保罗曾经这样自己提过了哈。虽然扫罗当时候只是一位这个所谓的万恶的教会迫害者，使徒行状也告诉我们，那一天开始，耶路撒冷的教会遭受极残酷的迫害。使徒以外，所有的信徒都分散到犹太、撒玛利亚各地去。有些敬虔的人把司提反埋葬了，并且为他大声哀哭。这个时候，扫罗进行追残教会的工作，他挨家挨户收捕男女信徒，把他们关进牢里。虽然他是这么的恶，可是上帝对他却是仍然以像昨天说的不变的爱来爱他，给他机会，呼召他来成为服侍者，如同彼得一样。外邦的福音的使者，使保罗成为这个保罗的罪变成劝勉众人的一个见证，这是非常特别的。上帝用爱来接纳他，呼召他。在今天，上帝也将这样的恩典、怜悯以及爱赐给我们。所以千万不要短视，以为上帝不知道。我们不要继续违背上帝的旨意跟诫命，我们要回头领受上帝的救恩跟呼召。